2026年8月9日常年期第19主日，福音，叫我在水面上步行，到你那裏吧。恭讀聖馬竇福音14章22節至33節。群眾吃飽以後，耶穌即刻催逼門徒上船，在他之前到對岸去。期間，耶穌遣散了群眾，以後便獨自上山祈禱。到了夜晚，耶穌仍獨自一人在那裏。船已離岸幾里了，受到波浪的顛簸，因為吹的是逆風。夜裏4更時分，耶穌步行海上，向着他們走來。門徒看見耶穌在海上行走，就驚慌地說：是個妖怪，並且嚇得大叫起來。耶穌立即向他們說：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伯多祿回答說：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，到你那裏吧。耶穌說：來吧。伯多祿於是從船上下來，步行水面，走向耶穌。但他一見風勢很強，就害怕起來，並開始下沉。於是大叫說：主，救我啊！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對他說：小信德的人啊，你為什麼懷疑？耶穌與伯多祿一上了船，風就停了。船上的人便朝拜耶穌，說：你真是天主子。上主的話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耶穌在我們遇到困難和害怕時，會來到我們身邊，對我們說：不要怕，只要我們信靠耶穌，望着他，就有力量面對風浪。即使我們軟弱跌倒，只要呼求主救我，耶穌一定會伸手扶助我們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在聖神的教導下，我們才敢稱你為父。求你在我們心中培育作你子女的精神，使我們堪當承受你應許的產業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耶稣，在我们遇到困难和害怕时，会来到我们身边，对我们说：不要怕，只要我们信靠耶稣。